咱台湾布袋戏刻红仔头的师傅齐炳环16岁开始刻布袋戏红仔，真侪出名的角色，亲像素还真、苏彦文等等，拢是伊的创作。虽然伊伫咧2022年过往啊，不过伊留真侪珍贵作品。中华关美术馆收集将近80件，即摆也举办一个布袋戏红仔的展览，要互民众看到伊雕刻功夫。霹雳布袋戏电影成就传说的素还真、毛奎，佮有分州大儒侠的苏彦文、从镜人等等真出名的布袋戏角色，拢是齐炳环大师的作品。目前当伫咧中华馆立美术馆展出。5年级还是6年级吼，拢是看这布袋戏红仔、布袋戏大汉的做一个展览，互咱的即摆少年辈来看吼，嘛看大家拢足生动的雕刻，足精美。足趣味的啦，因为有《西游记》嘛，唐三藏啊、猪八戒，拢是较早细汉时阵看到的故事安尼。齐炳环艺师16岁开始刻布袋戏红仔，佮甲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合作。后来霹雳布袋戏当中，侪有名的人物角色，嘛拢是齐炳环的作品。尤其伊伫红仔的目睭、喙、活动机关的改良，落真大功夫，互红仔动起来会当活真气神。伊伫镜头顶头吼，咧演出的时阵，伊是活灵活现，像黄俊荣黄文哲因爱用伊的红仔，主要就是过镜水，佮用伊的红仔，过来就是雕工，很细腻。黄俊良来要去红的时阵，就讲爸爸讲演导啊，无钱的书生安尼啦，伊就讲就像恁囝安尼啦，外面就传说虽然我们就是看因囝刻的安尼。齐炳环艺师是台湾布袋戏真有代表性的刻红仔师傅，伊行过传统、金光、电视，甚至电影布袋戏。即摆展出来自全台湾10位收藏家，将近80身的布袋戏红仔，希望互民众看到齐炳环艺师精彩的雕刻功夫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